各位，咩男人先係真正愛你呢？嗰啲俾你使錢嘅男人，嗰啲先係真正愛你。嗰啲每日同你講早晨、午安、晚安，俾你提供一啲情緒價值嘅人，嗰啲係20歲嘅女仔先需要，40歲嘅女人係唔需要噶嘛。所以網上有個博主講得好好，你點樣判斷你應該對邊個好？好簡單，邊個肯同你使錢，你就對邊個好，因為你嘅時間都好寶貴噶嘛。唔好覺得我講得好功利，但係如果你老公喺出面日日搵錢，而你係個家庭主婦，咁你就應該對你老公好啲，因為你老公就係你嘅老闆，係咪？所以你唔好日日喺度穿針提提，一返到屋企就抄你老公部電話。你要知道你老公係你嘅拍檔，明冇？你會唔會成日睇住你個拍檔部電話？只要佢有錢返嚟就冇問題啦，係咪？咁佢就算係一個基本合格嘅老公啦。當然唔俾你使錢嘅就另計，好冇？你對客仔好唔好啊？梗係好啦，因為客仔俾錢你使啊。你對伙計好唔好啊？梗係好啦，因為伙計幫你搵錢啊嘛。咁簡單嘅道理你都唔明咩？呢個世界好撚複雜㗎，邊個俾錢我使，我就對邊個好。男人就算到死嗰日都係個大細路啊，所以啲老婆成日驚老公出面偷食，其實使乜驚喎？出面嗰啲得個感情連結，你同佢係利益捆綁噶，感情話冇就冇噶啦，你要拆夥，難過食屎啊！過多幾年荷爾蒙冇咗，你哋咪又係恩愛夫妻。乜嘢叫偉大婚姻啊？就係捱到連愛情都冇嗰陣仲繼續過噶，冇愛情分手幾易啊？離婚麻煩到嘔電啊，分身家爭仔女照顧兩邊長路，啲關係複雜到拆極都拆唔清。最後咪又係唔嚟算數，過多幾年大家都冇晒火氣，咪當多個室友咯。所以話要緊張都係出面嗰個女人啦，你同老公係利益共同體，出面嗰個得個情字咋。拍拖就係做下調查，結婚就係公私合併，離婚就係拆廠分屍啊。如果你身家豐厚，唯一嘅炸彈就係生咗個戀愛腦嘅仔女出嚟。婚姻呢家嘢梗係要竹門對竹門啦。如果你係大老闆，養個女最大鑊就係同你講要嫁個窮鬼，你幫個女婿起家，佢第一件事就係飛咗你個女，所以話湊大個孫好過湊女婿啦，有血緣關係先斬唔斷噶嘛。你估下日本啲大公司老闆點揀女婿？由伙計入面揀精英，生咗孫一定要跟阿媽姓。福建啲有錢佬咪又係玩家族聯婚，爸爸茶葉同九牧，九牧同七級狼，啲細路個個配對得正正經經。咁先保得住副身家。點解話男人肯使錢先係真愛啊？因為銀紙係最難賺嘅嘢，代表晒一個人嘅時間、精力、人物、江湖地位，肯將最金貴嘅嘢交俾你，先叫做真心真意。嗰啲淨係識講早晨晚安嘅男人，付出嘅成本低到貼地，呃下啲初出茅廬嘅靚妹就得。40歲嘅女人早就睇通睇透，安全感唔係手機短信，係銀行簿個數字同層樓個名啊！好多師奶最蠢就係擺錯自己位置，老公喺出面捱生捱死，你就要當佢係 VIP 咁招呼啊嘛！邊個細公司會查大客行程㗎？醒目女人識捉大放小，老公準時出糧，定期買磚頭買金，出去應酬夜翻洗乜問東問西，你哋係同坐一條船啊！邊有船家日日檢查船艙啊？為幾條信息喊苦喊屈嘅女人，根本唔識婚姻嘅生存法則。真正高手係搞利益輸送。你睇下啲豪門大戶，老公出面有紅顏知己，太太咪繼續嘆紅酒做 Soros Parajeweler。只要公司股份冇變，家族基金冇喐，個盤就企得好穩陣。離婚點解叫拆骨啊？因為要拆嘅唔止感情，仲有間屋、公司股份、投資戶口、仔女跟邊個。淨係識話你唔錫我嘅女人，最後連律師費都要問老豆攞啊！一早簽冇婚前協議，搞掂家族信託嘅叻女，就算離婚照樣可以坐董事房嘆冷氣。講到教仔女就最撚緊要，你知唔知有幾多老闆負身家都係敗喺戀愛老仔女手上啊？生跟住 D 死窮鬼師班嘅大小姐，真正豪門早就識玩呢個遊戲。福建商業聯婚，全部係傳宗接代嘅秘技。
所以話各位老豆老母，千祈唔好將仔女教成傻豬豬，帶佢哋學做生意，喺公司襟並案例，等佢哋知道婚姻其實係兩個家族嘅合併上市。最後送俾所有女人一句：當你將婚姻當生意做，老公當合作夥伴，仔女當公司繼承人，你人生就再唔會為情所困。記住啦，感情會散水，利益長相，除非大婚姻唔係靠愛情，而係互相利用嘅利益集團啊，明未啊？